負責推選出行政長官嘅1200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正在投票。政協委員劉夢熊話，政協常委陳永琪遊說其他委員唔好喺今次嘅選委會選舉投票俾梁振英。佢曾經就呢件事向多名政協委員查證，但係陳永琪否認曾經咁樣做。馮巧欣報導。支持梁振英參選特首嘅政協委員劉夢熊話，陳永琪曾經致電多個政協委員，以梁振英同時參選選委會同埋行政長官為理由，遊說佢哋唔好投票俾梁振英，以免佢自己選自己，影響選舉嘅公平性。起碼有3、4個全國政協委員呢，有同我去證實咁嘅事，而且 CY 本人亦都同我講，真有其事，有人搞小動作。係嘛？令到高民望嘅梁振英咧，喺嗰個小圈子裏邊咧，係低票當選。我話所損失嘅唔係 CY 嘅個人威信，損失嘅係人民政協嘅公信力。陳永琪就否認有咁做過。我唔知啦，嗰個劉夢熊嚟嘅，咁佢嗰啲言論大家都知道係點樣㗎啦。佢真係有1就講到10㗎嘛。我都冇同佢講過呢啲咁嘅嘢，我都冇同劉皇龍講過呢啲咁嘅嘢。咁樣就係即係佢實際上點樣，我唔知道啦。呢啲嘢係最唔好嘅嘢嚟㗎啦，劉皇龍嗰啲即係有陣時係我都唔識講啊。係大家叫咩啊？公道自在人心啦，係啦。梁振英唔評論傳聞，我唔評論件事嚇。你咁樣唐營係攻擊緊你啊？我而家專注自己嘅選舉，我重申呢場選舉呢，係應該係一場呢君子之爭，大家呢俾理念、俾政綱、俾能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話：唔評論個別例子。任何人支持或者係唔支持其中一個候選人嘅話呢，如果係牽涉有選舉開支嘅話呢，係需要得到嗰個相關嘅候選人嘅同意，同埋嗰啲呢，因為亦都係牽涉選舉開支呢，所以選舉開支部分都係受到我哋嘅規例嘅監管。以往選委會內嘅政協界別分組代表都係協調產生，唔使投票。不過今屆安排有啲唔同，政協55席，協調名單雖然同樣係55人。但有4個人只可以做到明年10月，佢哋個位要讓出嚟俾新增嘅立法會議員。作為候選人之一嘅梁振英所得票數亦會公開。立寬頻電視記者馮巧欣報道。